台南安平宝湾有民众发现，讲有一只鹧鸪的龟壳顶头放用红色油彩写一字笔。台南市农业局是表示讲，会甲保七总队甲海巡署加强取缔调查，嘛呼吁讲伫海里摸到鹧鸪，就算是违法饲料，甲鹧鸪掠来乞利，这算是虐待，会依照野生动物保育法来处罚。 一只鹧鸪挖进码头，收来收去真自在，但是真足甲看，龟壳顶头煞敢若互人喷漆，写一个福利。最近有民众去到台南的安平、保七、南宝湾，发现这只鹧鸪，相片一个搭起伫线顶，遂引发民众的批评。更较有人讲，这款的行为真正是教育失败。有些行为不能做在，不管是不是乌龟，只要是在动物身上，做在人可以，但是做在动物身上不一定行啊。漆本身就有毒。 然后第二个，你已经抓绿蜥龟了，这两个就已经是不对的事情，然后又有人去做这样的事情，我觉得教育失败。农业局表示，无经过主管机关的同意，凊彩野放野生动物，会当罚5万至25万。后手会甲保七的警方去找伫龟壳喷离的人。何况鹧鸪是第一级保育类的动物，照法律袂当饲料甲虐待，抓到了后佮甲喷漆，已经明显违法。 若发现行为人，我们将依野保法处以6万块到30万的罚款。那另外会移送法办，涉及到行者的话，最高有可能会处以1年以上的有期徒刑。 台南市农业局表示，后手会参保七警方去找人，同时嘛呼吁民众，若真发现海里野生动物受伤，会当通报海巡农业局等相关的单位来进行野生动物的救援。记者综合报道。